You only get one wish. I love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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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終於都睇完 Obsession， 我覺得套戲有好嘅地方，亦都有失望嘅地方。咁我哋不如一齊嚟睇下，究竟 Flash 呢度啲人點講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如果你唔介意嘅話，請你 like 同埋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等我有動力可以製作同類型或者不同類型嘅影片。第一個就話套戲嘅評價咧已經去到天花板嘅級別，我就覺得仲未去到天花板嘅級別嘅。第二個評價就話將佢列入人生必看嘅恐怖片裏邊，其實我就覺得套戲咧就冇咁嚴重嘅，因為其實個故事都好簡單。咁第一個就話嗰種意外快要嚟嘅感覺，同埋第二個話唔可以話係驚嚇，而係大量極詭異嘅畫面。我又覺得呢套戲嚇人嘅地方咧，其實你係估到嘅。譬如話有一幕俾我預期中係做得出色嘅，就係話個男仔同個女仔一齊瞓覺。到咗凌晨3點，個男仔無啦啦醒咗，發現個女仔唔喺張床度啊。當個男周圍玩戲嘅時候，突然聽到把女聲：你做乜唔瞓覺啊？但四圍望咧，又見唔到個人嘅喎。嗰下咧，因為根本唔知地方喺邊個角落，嗰種未知嘅恐懼咧，係確實令到嘅氣氛營造得有啲心寒嘅。除咗嗰一幕之外，其他嘅部分就真係冇乜驚喜。電影嘅故事鋪排同埋驚嚇位咧，全部都太容易估到。就譬如話鏡頭影住一個車窗，你已經預計到下一秒一定有人出嚟打爆個玻璃。同埋套戲係依賴一啲突然放到極大聲嘅音效嚟製造驚嚇。雖然有一兩次咧，我都被一啲音效嚇到嚇親，但係嗰種純粹係生理上嘅反應，並唔係真係覺得佢覺得恐怖。整體嘅驚嚇手法咧太過單一化。第一個又講到將愛情故事結合埋恐怖。呢個我哋覺得情節上咧，其實揀得唔錯嘅。套戲咧，其實係對於身心靈文化嘅回應。即係近年成日都講話吸引力法則、Psychic，甚至有足球隊邀請巫師嚟做巫毒，希望改運。Obsession 裏面其實有一句係咁講嘅 ：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。好多時候你話自己想要嘅，其實未必真係想要。太想得到，本身就代表住內心存在住極大嘅空虛。One wish will 呢個設定，正正諷刺咗現代人越來越沉迷販賣身心靈，相信可以用捷徑嚟改變人生。呢個哭我覺得設計得幾好，而且睇完之後咧，你都會記得。全套戲我最中意一個對白就係：Just because you chose this for her doesn't make it less real。男主角一路都問：Is her love real？但其實由頭到尾，佢真正渴望嘅，從來都唔係有人愛自己，而係有人自由地選擇愛自己。整一段感情被操控、被控制、被強迫出嚟，就算呢個結果完全符合自己嘅願望，嗰種被愛嘅感覺始終都唔存在。套戲成日都講 manipulation 同埋 emotional manipulation， 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好多情侶關係嘅放大版。操控、情感勒索、利用內疚去綁住對方，戲裏邊將全部嘢都睇到極致。所以我估唔少人睇完之後咧，都會對某啲情節有共鳴。因為喺現實世界裏邊真係存在住呢種關係。到最後呢度讚話男女演員做得幾好，咁又確實係嘅，尤其係女演員就確實係幾靚嘅，同埋以 Michael Budget 嘅小品嚟講咧，完成度都相當高。同埋值得一提嘅係導演 Kerry Parker 拍 YouTube 出身，佢拍得出呢種完成度咧係幾令人驚喜嘅。總括嚟講咧，套 Obsession整體嚟講就未必值得買飛入場睇啦，成個感覺就好似 Black Mirror 或者以前 TVB 嗰套奇幻潮咁樣。如果個故事可以再精簡啲，長度剪輯而成為1個鐘頭嘅短片，出到嚟嘅節奏個觀感一定會好睇好多。唔知你哋點睇呢？不妨留言討論下。其實呢套係好簡單嘅影評，我通常都係上咗畫1、2日之後就去睇啦，跟住就即刻去寫。所以呢套戲俾我嘅感覺咧，係我嘅第一印象嚟嘅，希望可以帶到俾大家呢個初步嘅印象。究竟套戲值唔值得入場睇呢？我係半邊人，我哋再有新戲上嗰陣時再傾過。